我发现记得体验呢，我才想起的搿种手累的辣蹦蹦的么子。那么我一想起搿种手累的辣蹦蹦的么子呢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螺蛳粉。真的吃螺蛳粉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这玩意儿太上头了，一旦你上瘾，这辈子戒不掉了。那我们今天嗦粉去，音乐起。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路过了，该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。它这边卤味特别多，大家看啊，这卤味可以选的品种特别多。你好，那个我拿一个这个炸蛋，然后再拿一个猪脚，然后我再拿2个这个圈圈肠吧。OK， 冰炸豆花，谢谢。OK， 选完卤味，现在开始等待我的螺蛳粉。OK， 加点葱，来点香菜，随后倒入螺蛳粉的汤，螺蛳汤。哎呦，这看着太香了！哦呦，这个今天也不是广告，因为肥姨妈螺蛳粉其实我经常吃，今天就是纯粹馋这一口了。手累累个辣蹦蹦的，确实质量不错。他们家那个螺蛳粉确实做的可以。哦呦 ，OK， 先来个汤啊，试一下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想了很久了。最后把我们的猪脚浸满汤汁，哎呀，可难吃的这了发达咧！来上一口这个吸满汤汁的猪脚啊，QQ 弹弹，软糯脱骨啊！我跟你说，一嘴的胶原蛋白，太绝了，太好吃了！这猪脚真的是一定要点。好妈大命啊！随后再是炸蛋，一样也是吸满汤汁。哦，真的好吃，太绝了！我个人感觉这个炸蛋就是螺蛳粉的精髓、精华、灵魂。来尝试一下这个圈圈肠啊，这个我没有点过之前，尝一下这个圈圈肠，它会帮你事先都切好，同样蘸一下这个汤汁。哦，这个圈圈肠好吃啊！哎，这口感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的，特别好吃，很筋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圈圈肠啊。这个圈圈肠是好吃的哦，下次我又必点又增加了一个圈圈肠。OK， 嗦完粉以后呢，再来一碗冰炸豆花啊，这个非常的冰冰凉，很爽，尤其夏天是特别爽，清脆的不得了。OK， 兄弟们，今天这顿螺蛳粉是给我嗦的相当的满足啊，真的好久没吃了，太念这一口了。反正我觉得像冬天天这种体验胃口不大寒嘛，我觉得吃一个螺蛳粉虽然那个特别个小事，真的，我蛮推荐他家的。如果你喜欢吃螺蛳粉的话，那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